后来今仔日520，总统赖清德就职满1周年，发表着谈话，讲要促成朝野对话。总统讲，伊会指示国安团队内的规划，要向在野党的主席来做国安简报，共同来参详国家的政策甲方针。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回应讲，朝野的领袖对话早就应该进行，安尼才会当诚实来面对着国内外挑战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，应该来建立国安看党的机制，来因应变局。3分踢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我们会坚持团结。那用小记话团结，总统赖清德520就职周年谈会，要来促成朝野对话，唔单是讲的，要邀请在野党主席共同讨论国家的重大政策。我将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，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，期望朝野政党领袖，无论政治立场为何，我们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。朝野主要政党领袖的对话，其实早该进行了。要在没有前提框架，才能够诚实的面对台湾目前所遭遇国内外的重大挑战，邀请国内各政党同齐合作。赖总统谈会马上真济外国媒体采访，其中包括专访过去的日本天团男星团的金正祥，马来到记者会采访，提升台湾国际地位经济。总统赖清德谈会嘛表明对美国对顶关税态度和立场。长期以来，台湾和美国以及民主伙伴积极交流合作，朋友之间难免有摩擦，如同圣经所说：“铁磨铁，磨出刃来。”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另外，在咧经济层面，应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，总统以即马理想的时刻，宣布政府会成立主权基金，打造国家级的投资平台，由政府主导，加上民间企业的力量。规场谈会拢是在咧呼应这一年会面对的挑战，所以来卖继续加油拼势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